大兄弟姊妹，大家祝你平安。平安。真欢喜，咱看到真侪兄弟姊妹，因足早就起床，会当做伙，交阮做伙伫遮来参加早祷会。阮相信上帝要赐予咱有个较大的福气。咱来感谢上帝，来带领咱今日下礼拜出入拢有上帝的带领。主的恩典教育咱用，因为咱是有福气的人。咱只是甲咱边仔座位的兄弟姊妹，咱甲伊讲，你是有福气的人，你是有福气的人。相信咱今日要搁伫遮来经历上帝迄个美好的同在。天父上帝，即是阮要来高举你的名，伫基督内面，你予阮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主，你是阮的倚靠，是阮的仰望。阮要献上阮诚心的祈祷。主啊，阮要来高举你的圣名。主，你是我仰望，是救赎我的光。你予我举起头，是永远的荣耀。哦，哈利路亚，献上尊严敬拜，打败你的作践，刻骨相求。哦，哈利路亚，献上尊严敬拜，归永远到永远，我要乐。主啊，你是阮的仰望，主你是我仰望，是救赎我的光。你予我举起头，是永远的荣耀。哦，哈利路亚，献上尊严敬拜，打败你作践，刻骨相求。主啊，我要来大声唱，哈利路亚，献上尊严敬拜，归永远到永远，我要乐。哦，哈利路亚，献上尊严敬拜，打败你作践，刻骨相求。哦，哈利路亚，献上尊严敬拜，归永远到永远，我要乐。圣经记载伫约翰一书1章90讲，咱着向上帝来认罪，
主是信实公义的，伊要赦免咱拢总的罪，洗净咱一切的不义。咱就用咱的上帝来承认家己的罪，咱求上帝来赦免咱所有无伊无欢喜的事，来洁净咱的心。这是咱用咱家己用上帝来认罪，为着家己的罪，咱来献上祈祷。阿爸天父，求你帮助阮离开罪恶的诱惑。主啊，阮将阮的心单单用你来拍开，求你的光即时来光照阮，赦免阮的罪，用你来认罪悔改。求你搁一遍用你的宝血来洁净阮一切的罪甲不义。求主你来赦免阮一切心中的一切怨恨、不义、无怜悯。伫基督内面，互阮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过去的一个礼拜，阮无论得时也不得时，阮拢要将欢喜、将忧愁，拢要来献上阮的乐甲感谢。主啊，所以你也要将新的生命搁一遍来赏赐互阮，互阮一生遵探你的旨意，全心全意来跟对你。这是咱为着几项事来向上帝来恳求，这是咱为着咱教会的事工，以及甲国度的福音来祈祷，求上帝掌管伫咱教会每一项的事工，推动拢会当受到主来引带。咱也为着咱第6期的幸福小组要来推办，求上帝来引带这的同工投入伫这个福音的事工。咱也为着咱青少年教会青少年因的生命来向上帝来恳求，求上帝互因伫求学求知识的时阵，赏赐因开阔因的眼界。咱也求上帝伫后礼拜学生因要陆续来开课，也求上帝来带领因，互因伫学习真有果效，互因赏赐因无有惊吓，勇敢来学习。咱为着这个事，向上帝来祈祷，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阮要相信国度的福音的宣告的使命。主啊，阮愿意将阮家己献上伫这个福音的这段顶面，为着主你来宣扬福音，恳求主你圣神来搁一面来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主啊，阮要特别为着阮第6期的幸福小组，要伫9月初10甲10月29、8个礼拜的福音的事工，来向上帝你来恳求，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一的同工，拢有上帝你遐来的智慧、口才、文术，互阮能刚强壮胆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互上帝的国度降临伫阮台湾每一个角落的顶面。主啊，教会青少年世代是要互主你大大来兴起的。主啊，阮要将阮的眼目定睛伫上帝的身上，求上帝你来带领因的生命，来点着因火热的心来服侍上帝、服侍主，带领因头前的道路。主啊，说青少年要受主你大大来祝福因的工作、因的婚姻、因的家庭。主啊，你总是为因准备的，为的拢是上好的，互因的思想行为拢会让合主你的心意。主啊，新的学期要来伫后礼拜陆续来开课。主啊，阮知因需要努力来学习，会当透过学习得到财物。求上帝你赏赐因智慧，互因学习怎来分配时间，尽因做学生的本分。
也求上帝你来保守因的心，无有受就惊吓，看讲因出入拢得到主你的保守，互因会当好好来学习上老师所要传教的财物，得到对主遐来的活命使命。主啊，求你赏赐这个小囝，伫新的学年学期有精彩，甲充实学习。说着咱也为着咱牧者的团队，中职牧区小组长、团队首长、服侍同工来祈祷，互阮服侍哪有开力、性格合一，会当伫服侍当中领受主对遐来的启示，甲正肢体来起造一个荣耀教会。咱将这个祈祷来向上帝来恳求，咱做伙开声为这事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灵要充满伫阮福强教会，你搁这边来更新阮的教会，你带阮进入你的恩典当中。主啊，阮无我靠家己的才能，阮无我靠家己的势力，阮是要单单来我靠圣神的帮助甲挂开力。主啊，你使我阮教会是一个团队服侍的教会，人人为心伫服侍的顶面。主啊，求你一时来稳固夏牧师、谢牧师、甲詹牧师因夫妇，互因伫服侍顶面壮大无累积。求上帝你帮助阮中职牧区团契同工，有对你遐来温顺、性格合一的灵。上帝也要赏赐教育的能力甲智慧，互阮当领受对主遐来温故。主啊，阮要伫每一个事工，一直来参与，互阮的信徒每一个人性命得到造就。我也要对上帝遐来领受智慧甲帮助。主啊，我要有坚定的信心。主啊，我要甩开一切阻碍甲试探，互阮无离开主。主啊，阮一生要跟对主你的脚步，一生来我靠你，起造一个荣耀属主的教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主啊，阮要献上尊荣甲敬拜。哦，哈利路亚！献上尊荣敬拜，阿拜的你作证，各国相求。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献上尊荣敬拜，阿拜的你作证，各国相求。主啊，你互阮富强人有无重的祝福。主啊，阮相信，阮若是富强人，主啊，要赏赐阮有一个身体健壮的身体。阮也要求上帝，互阮的事业来兴旺，互阮的心灵得到喜乐，互阮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非常的良善。
互阮的灵命每日日成绩来健壮。咱为着咱富强人，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是富强人，所以咱要大大得到主这5重的祝福。所以咱为着这5重的祝福，咱献上咱的祈祷。哈利路亚！主啊，阮搁一遍，阮将阮富强人所有5重的祝福，向上帝你来恳求。主啊，阮知，阮需要有一个健壮的身体。你赏赐阮有一个健壮的身体，互阮会当来伫遮服侍，互伫遮敬拜，伫遮娱乐。主啊，阮搁一遍向上帝你来恳求，互阮的身体会当拄着主你的保守。互阮的身体、灵命拄着健壮。主啊，这是阮也将阮富强人所有的事业，伫主你顶缘，互阮会当伫阮的职场顶面来荣耀主，来见证主。主啊，阮的事业、阮的经济，得到主你会赏大大的赏赐。主啊，求你，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对你遐来有喜乐的心灵，会当有主的话语踮伫阮的心，互阮会当时时刻刻来大声学到主。阮知主要帮助咱，帮助阮，拢会当有一个喜乐的心。来迎接每一天，主啊，阮也将阮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求上帝你，互阮有真好的关系，互阮无论伫亲子，互阮伫夫妻，互阮伫种种主你伫每一个关系当中，亲自做主。互阮的家庭是受主你祝福的，主啊，阮搁一遍向你来恳求，恳求上帝你，互阮的生命、灵命成熟，互阮会当大声向每一个人来传讲主你的福音。主啊，阮相信你爱阮将福音传到阮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需要的人顶面。主啊，阮要一遍宣告，富强人有5重的祝福，是要受主你来高举的。主啊，阮相信，这是你应允阮富强人所依赖的。主啊，求你听阮恳求。主啊，求你来听阮的恳求。这时阵，咱也为着咱今日的主理者吴道昌长老，伊要所分享的信息。向上帝来恳求，恳求上帝，互伊伫伊的一生当中，为着主来将伊的运数来荣耀上帝，求上帝来帮助伊，互伊今仔日的信息是充满冠冕甲真道，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咱也为了咱今日所有的服侍者，无论伫主日了，无论伫坐的事工顶面，一人投入伫服侍顶面，咱恳求上帝，互因有够野的能力甲智慧。咱也为了咱今日兄弟姊妹，搁一遍会当伫遮谦卑领受主所要互咱的教导。咱为了这事，向上帝来恳求。听我阿伯伯天父上帝，求你圣神引带高我伫阮吴道昌长老的身上，祝你诚做伊今日的帮助，祝你诚做伊今日所要讲信息的大帮助，祝你互伊伫伊一生当中，就是要来荣耀上帝你。主啊，恳求你。互伊伫生命当中灵性
肉体，拢拄着主你的保守。主啊，求你甲伊同在，恳求主你来带领阮今日所有服侍的同工。主，阮将阮无同款的恩赐摆咧伫你的面前。当有时阮会拄着累积，拄着信心无够的时，求上你加添阮教业的开力能力。主你的同在，互阮会当同心伫遮服侍。求圣神来拍开阮兄弟姊妹的心，除去一切搅扰。主啊，我要伫遮专心来敬拜你，互阮兄弟姊妹搁一遍来领受主你的话语，甲圣经的教导。主啊，你也将四面活水温膏来充满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上。主啊，我要得到你主你大大的医治，大大的透放，互阮受困绑的心灵拄着主你的欢喜。主啊，愿阮献上的每一个祈祷甲恳求，愿上帝你来感纳。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我啊，即是邀请兄弟姊妹，咱倒位咱的座位起立，咱搁来一边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要献上尊严加敬拜。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献上尊严敬拜，阿爸的你这前，刻骨相求了，哦，哈利路亚，献上尊严敬拜。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献上尊严敬拜，阿爸的你这前，刻骨相求了。尊严敬拜，对永远到永远，我要乐，对永远到永远，我要。上帝听，要即时要显明伫咱的当中，哈利路亚！主啊，恩典满满教育咱用，即时咱就大声用俄罗的诗歌来俄罗咱上帝。哈利路亚！俄罗主，俄罗主，大声俄罗，我要扬起手来宣扬主神名。俄罗主基督，当我的心来救赎你，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上帝的天命之世界，恩典满满高雅我愿，我愿意降你靠在你的面前。俄罗主基督，当我牺牲来救万民，
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阿拉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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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阿拉。我要举起手来宣扬主生命。阿拉主基督，甘我牺牲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上帝会听迄面这世间，阮的满满高雅我愿，我愿意谦卑拜拜你的面前。阿拉主基督，甘愿牺牲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大家大声阿拉主，阿拉主，阿拉主，大声阿拉。我要举起手来宣扬主生命。阿拉主基督，甘愿牺牲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上帝会听迄面这世间，阮的满满高雅我愿，我愿意谦卑拜拜你的面前。阿拉主基督，甘愿牺牲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上帝会听迄面这世间，阮的满满高雅我愿，我愿意谦卑拜拜你的面前。阿拉主基督，甘愿牺牲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上帝会听迄面这世间，阮的满满耀雅我愿，我愿意谦卑拜拜你的面前。阿拉主基督，甘愿牺牲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哈利路亚！咱将一切荣耀、咱归咱敬拜上帝。主是荣光尊贵的。伊的至圣，伊要至高的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你是荣光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民主宰，就你献给公义。你在龙恩的归乐，敬拜尊重你，以你有永远的德，你是主耶稣基督。何塞那归你代表的好的，何塞那归你满荒的好。天光拢归你，只怪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你是荣光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民主宰，就你献给公义。你在龙恩的归乐，敬拜尊重你，因为你有永远的德，你是主耶
何塞那，何塞那归给大地的好诶，何塞那归给满好的好，天高龙归你，西瓜兄弟，主耶稣是弥赛亚，何塞那归给大地的好诶，何塞那归给满好的好，天高龙归你，西瓜兄弟，主耶稣是弥赛亚，天高龙归你，西瓜兄弟，主耶稣是弥赛亚，天高龙归你，西瓜兄弟，主耶稣是弥赛亚。哈利路亚！主，这是咱来念圣诗，圣诗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但愿感谢上帝，出下恩赐归心内，主家己代志，万民也以做欢喜，愿对无代出世，伊就属好无你，因伊无所忍耐，今日也得款待。困就是我兄弟，一切加关兄弟，属万喜乐心欢，耶稣平安加关怀，因伊恩惠保守，艰难历着解救，错万脱离灾害，现在刷到救难。好了，感谢的罪，一切归乎白兄弟，也归圣家相信，你结果将你把应，上帝因我兄弟，兄长变莫体内，回忆现在就来，因我恶言般。主必听的主上帝，感谢你的福分恩典，互阮这受恩的囝儿，伫主你的圣日，阮能组织伫遮。主啊，这毋那是你的圣殿，也是每一个较无你的百姓组织的所在，领受恩典的所在，领受快乐甲祝福的所在。主啊，因为安尼，阮同心的组织，你看做要紧；阮伫遮同心学乐敬拜，你看做是欢喜。所以，阮要用学乐敬拜，阮要用祈祷、恳求甲感谢来伫你面前。爸上帝，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阮逐人拢伫你恩典的下面伫生活，伫有活命。所以，阮也要用感恩的心伫你面前，将一切的感谢学乐透到伫上帝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接纳。爸上帝，帮助阮今仔日伫你的面前领受到最宝贵智慧的话，也享受对天顶来的快乐、信心甲医治，互阮伫生命中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主啊，感谢你，互阮这个福分，真做主的百姓，也真做兄弟姊妹，共一个家，伫属灵的家来学乐、来敬拜、来自救、来学习。感谢你，
我即时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阮伫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咱三家来启应，启应文第六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上主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真实在真尊贵。去这别人的生命的人，一定加点痛苦。我无参加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山野，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撒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咱三更鸭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全能的爸，宇宙万民的主宰。你是配得娱乐、官兵、荣耀、甲疼痛的主。阮的生命、快乐、智慧。财富甲能力，拢是对你来。阮若离开你，阮袂当做啥物。阮听阮的主，当阮伫老母腹肚内时，你就捌阮、听阮。重要是，你无放杀属世界的阮，互阮有份来认捌你。透过圣经的话语、无数的讲道、教会小组分享。小组长甲会友长老中一个关心，中保大岛，互西东港伫每一段落的时段，为着有需要的兄弟来祈祷，阮拢感谢主。伫做礼拜时，主日学老师甲校长也认真为着阮的囡仔的信仰道路跑走付出。听阮的上帝。咱是真正有福气的基督徒，对富强教会内面，阮会当看到，阮的长辈用着无方便的身躯来到教会，追求圣经的智慧。阮的青少年也带来有活泼生命的敬拜。阮的囡仔也对细汉对父母来教会认捌耶稣。这真正是主稳定白白的祝福的产业。阮也要为着过来的幸福小组还未认捌主的 best 来祈祷，求主亲自带领。阮嘛要为着吴道昌长老今仔所要分享的主题来祈祷，求主透过讲道。甲阮对上帝手术的财务的管理有智慧。最后，阮嘛要为着阮的国家信仰复兴来祈祷，为着病痛中的兄弟
对上帝来的医治来祈祷，为着青少年囡仔开学顺利来祈祷，为着台湾平安7月节期社会平安来祈祷。我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的，阿门。圣经路加福音16章第1节到第13节，我来读。耶稣搁对门徒讲：有一个人真好野，伊有一个管家，有人对主人检举，这个管家浪费伊的财产。主人叫伊来，甲伊问：我有听到你这个代志，到底是安怎？你所管理的账簿交出来，无互你搁做管家。这个管家家己想讲，主人要甲我死头路，无互我做管家，但我要安怎？也低头无气力，做起者搁惊见笑。但我知影安怎做，无做管家以后，才有朋友通甲我收留。管家就将主人的财务人一个一个叫来，甲头一个讲：你欠阮主人偌济？伊应讲100桶橄榄油。管家甲伊讲：你的借条伫遮，赶紧坐落来，改做50。管家搁甲另外一个讲：你欠偌济？伊讲100石糜仔。管家甲因讲：你的借条伫遮，改做80。主人保障这个无老实的管家做了真巧，因为上世间的人处理世事比上高明的人较有变巧。耶稣继续讲：我甲恁讲，着用不义的钱财为着家己结交朋友，安尼钱财袂无去的时，因袂接纳恁去永远徛起的所在。对真细项代志忠实的人，对大项代志嘛会忠实；对真细项代志无老实的人，对大项代志嘛袂老实。所以，恁对不义的钱财若无老实，啥人要将真正的财宝交代恁？恁对别人的物若无老实，啥人要将恁的物互恁？无一个仆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伊若毋是怨恨即个疼迄个，就是看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当上时服侍上帝，搁服侍钱财。献诗，咱请诗班来献诗。献诗煞，请吴着陈长老来讲道。今仔讲道的题目是“天国财务素养”。亲
班，带咱唱美好的诗歌来敬拜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伫今仔日三甲组织伫遮，咱有一个特别的讲道，就是邀请到太平境马国纪念教会吴道昌长老来到伫咱中间吼。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咱教会推动这个理财有道的课程吼。咱理财有道已经完成第4期经营有道嘛第3期，现在咧进行第5期甲第3期的这个招生中间。从开始吴道昌长老甲一寡同工来甲咱指导时，我就一直想讲，咱有真侪会友可能听到这个主题题目吼。无讲外明清楚啦，有去上课的人当然有领受吼，毋过大部分的会友可能无法度，大家拢听有着，所以我就计划讲，请咱的会期执事吼，讲来邀请吴长老看有一届礼拜日亲自来现身说法袂？安尼吼，比一课一课吼，伊的应用力也是讲宣传搁较紧，较有效果安尼吼。总是吴长老吼。伊安尼无闲个吼，足侪时间拢无法度通排所以一直安排到今仔日吼，才会当来咱中间吼。实在是真多谢伊家己的教会服侍吼，小坑的来到咱遮来服侍吼，实在是足甘心，真多谢伊。我把时间简单介绍吼，头一个就是讲，咱的吴道昌长老是咱的阿嬷阿公的教会的长老。咱今仔日什么日你敢知？
祖父母节呢，阿公阿嬷节呢，所以咱的太平境教会是咱的阿公阿嬷，是安怎讲呢？太平境教会后来分设东门教会啦，东门咱的东门路这东门教会，东门教会伫47年前，才佫分设咱富强教会，所以太平境教会咱的阿公阿嬷，敢毋是吼？事实太平境咱大拢知，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头一间教会，意思讲所有的宣教所有一切开拓是对遮开始的，也是当时马国医生迄个时代所开拓。所以呢，这间教会真做咱长老教会一个，咱讲龙头啦吼。事实是咱的指标，嘛是历代百几年来哇，迄人才济甲算袂了就是讲，遮个所在栽培足侪人才，当然伊分散去国外，伫咱台湾逐个所在，是咱一个长老教会一个模范甲学习。所以吴长老伫遮服侍有之真水真好的传统。是安那会请吴长老来甲咱分享即个理财有道呢？咱若属于看到伊的经历咱实知影讲，吴长老伊的主业是总经理呢是咱的即个台南企业的总经理伊是制衣工会理事长，嘛是台湾文化艺术的基金会董事长。意思讲，伊原来伊的社会背景是足优秀的即个工作者但是我对伊的印象是安怎呢？好亲像咱幸福小组咧讲的，讲传福音是主业啦，我的头路是副业，这点才互咱感觉非常的甘心意思讲，吴长老呢，伊本身家己的本身的专业足有好的成就啦，总是伊长期来推动咱台湾足侪真重要的工作伊的资料有写伫遮，伊本身有做过咱中英中学的董事长特别是即几冬咱中英中学伊伫起起伏伏的中间，伊足用心伫家维护过来一项就是伊的。伫咱今日的主题就是真道理财方面的即个理事长来推动，安怎透过圣经来互咱认捌迄个财务的管理伊嘛伫咱台南的 YMCA 是咱全台湾除了台北以外上大的一个 YMCA 青年会做理事长，可见讲伊毋若是伫伊的信用内面，伊的专业的顶面，也伫即个地方咱的地方的教会。甲遮个机构的服侍有真水真好的见证。事实我甲吴长老熟悉较无遐深，是我来台南捌知影有吴长老伫遮咧做遮个事工，伊的兄哥我较熟所以我有时若叫毋对，叫吴锡祥长老。即马吴锡祥牧师正变牧师我伫传道甲谢牧师传道的时代咱吴长老的兄哥吴锡祥迄阵做长老，就定去平湖宣教。去传福音所以会当讲真久的一个纪念，讲因即个家庭为主做工所以时间真宝贵我要请伊现身说法，讲咱天国财务所用到底是对倒位开始啦安怎来做，才会当真正应神益人？咱用拍鼓声来欢迎伊来。多谢夏牧师的介绍啦实在袂堪住啦今仔真欢喜，甲咱富强教会咱做伙兄弟姊妹咱做伙来敬拜上帝确实咧，我差不多一礼拜外前去跋一倒啦去运动的时候去跋一倒，即个哭着下怀啦所以乌青足严重。所以好你家在有即个喙暗通挂，所以你拢无感觉请英文歌挂一半啦即个面头面顶的拢会当看下骹的拢袂看住增加嘛乌青请咱安尼谅解我我小学即个
6年的时阵啦吼，我小学6年的时阵，我的老母就破病过身。我的老爸老母拢是学校国小也是国中的老师吼。所以老爸伫迄个时阵就一个人来养饲这4个囡仔吼，其中有一个就是拄啊夏牧师讲的吴锡昌牧师吼。其实阮兜吼是我的爸爸嘛是台湾新航医毕业的，总是迄当阵教会去互日本人关起来，所以就变做无头路，去一个国小做老师吼。我的姐姐嘛是台湾新航医毕业，我的兄哥做头路了后，才开始去读新航医，所以伊60岁才做牧师吼。所以伫我的家庭内底，真正感谢上帝，上帝祝福满满。我总是伫迄个时阵，我大学的时阵，我的学费吼是透过学校的校务室吼的免利息的贷款来纳的啦。因为一个国小的老师要养饲4个囡仔吼，无遐尼简单吼。也当时的教会牧师就甲阮教导讲，恁着爱学习1/10的奉献。所以我就伫迄个时阵开始，就乖乖每一个月奉献120块，因为爸爸给我1200块的生活费吼。但是这个1/10的奉献，真做我一个入门啦吼，天国财务受用的入门第一课。对迄个时阵，我就遵行这个11奉献到即马。今日若按即马来算，已经是120块的1000倍啊，10000倍以上。感谢主！伫迄个时阵，就互我会当体会，咱所敬拜的上帝是活活的上帝。上帝的话是遐尼真实啊！这记载伫马拉基书顶面写的，讲你若1/10奉献的时阵，多谢咱的这个，甲我试吼好。马拉基书写的讲，恁着将当纳的1/10啦吼，专人送入去仓库，互我的家有粮。吼，这个原则，其实这个原则毋是对我讲的，这个原则是对所有的人讲的。今仔日你嘛会当真做这个原则的学生啦吼，你嘛会当来学习。上帝还佫讲安那呢？讲你若毋相信吼，你会当试呢？你若无相信上帝，还是讲你无相信即句话？伊讲你会当试啊，你试看卖哦。咱食物件拢会试食吼，你试看卖，食了若爽快的时阵吼，含你食吼，你再大喙甲食吼，无要紧。咱的上帝是安尼的上帝，伊佫讲吼。你毋免烦恼，伊要拼天堂，迄个拼福气互你。可能咱的兄弟姊妹会讲啦吼，讲哇，伫教会内底吼，上好莫讲到钱啦，吼，上好莫讲到钱，讲到钱就伤过俗世俗气啦吼。但是请咱大家吼放心啦吼，我今仔日毋是要甲咱讲俗世的财务所用，我毋是甲咱讲俗世的，我要甲咱做伙来谈论的是天国财务的所用。迄个天国财务的所用，当然甲
俗世的财务的素养完全无相。所以，假使咱若教会，咱若无讲这个代志，咱的兄弟姊妹呢，都是去世界学习迄个世界的财务观念。啊，结果世界全部的观念，也是讲伊的制度，甲天国、甲上帝、甲圣经内底写的完全无相。所以，请咱做伙来读看卖，圣经内底也是天国的财务的素养是啥物？其实，圣经内底有足侪财务的规则啦，咱一定爱认真拍拼来学习，敢毋是？咱特别是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是上帝祝福的子民，咱是上帝的囝，咱更较着爱来学习天国的财务的素养。所以，请咱若是感觉你心内袂平安，讲教会毋通讲钱财的问题，请你忍耐一下。会后你若有啥物意见，咱再来讨论我嘛真望咱会当共同来学习这个天国财务的素养。圣经内底有提到真多这款的规定，天国财务的规定也是讲原则啦你若照咧行，你就会成做一个有天国财务素养的人啦。像今仔日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6章讲，提到这个原则。伫顶个月伫北门教会，咱的台南中会嘛办一个演讲，这个教育的题目，迄个牧师是王牧师王灿成牧师，伊甲我讲，咱要教育咱的兄弟姊妹这个财务的素养啦，结果我就用天国财务素养，我伫遐讲一档，我知影迄天咱教会立荣老师拢有去佫有几个人有去我原底是想讲无我就佫开罐头安尼，甲咱分享啦但是因为因去所以袂使佫讲同款的代志，所以我今仔佫换一个经节，我原底是讲迄个5000、2000甲1000迄个故事我今仔换一个故事，圣经内底真正是真丰富。伫圣经内底也互咱看出，圣经有2350节讲到理财的关系，讲到钱的关系，是咱无有了会遐尼济啦所以也因为安尼，我当时接触到这个课程的时候，我深深受到感动。所以我甲上帝讲我人生下半场就奉献给主，来专门推广圣经内底的理财观念。所以伫这段中间也有机会来到咱富强教会，甲兄弟姊妹侪人做伙来学习这个圣经内底写到财务这个问题。希望透过安尼，咱会当去更较了解，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到底上帝伫理财伊的想法是啥？你若唔知的时阵上帝伫理财伊的观念，还是伊的想法是啥的时阵，你若唔知的时阵，你会真无彩啦。上帝祝福要互你你煞无法度接受，甲亲像讲你是甲迄个龙珠的故事，你会记住无？龙珠的故事，伊老爸是足有钱的啦，但是伊讲我的份业我摕来就好伊就无看到因老爸迄块。小想，咱好好爱来学习了解，到底咱的上帝是安怎想伫这个部分好，咱来看这个圣经节，
路加福音16章吼，有讲到，有讲到吼，是有一个不义的管家，这个不义的管家是互人指责讲伊浪费主人的财物，吼，所以要甲开除，吼，叫伊将遐账簿吼，遐手册账簿拢交出来安尼。这个管家心内想讲，哇，头路无啊咧，我阁无力通做菜，哦，去甲人讨食，阁无面子，哦，所以我是要安怎办？伊就开始想办法啦。所以伊就讲，趁这个交接期这段中间吼，我一定要做一寡代志。做这个代志要创啥？互我以后我若无头路的时候，我还阁会当活的，我还阁会当靠这个时阵我会当用的吼，的管理来做啥物款的影响力。所以伊甲遐个欠主人坐遐个人甲叫来，一个叫来，伊用拍折的方式，拍折的方式，你欠100少，就剩80少，你欠油100桶就剩50桶，安尼的方式来争取人情啦，来争取人情，互人袂因为安尼。以后伊出去就无头路啊，无通食呢，会当去讨人情转来安尼。这是当然，即马即个经节真侪人有争议啦，讲即个安尼，若照即马目前咱看，这伊是贪污嘛，总是伫迄个时代，咱可能会当体会主人将财产互管家的时阵。伊嘛无甲算小算甲真啦，就是讲好，我这个资产互你，你甲我管理，到时趁济趁少，一定爱趁转来，安尼就对啦。但是趁济趁少，主人大概不在意啦，所以伊会当，你原底欠100少的，好剩50少；你欠100桶的油的，好剩50桶，安尼的方式来处理，结果。这个主人竟然甲包装啦，竟然包装讲，你哪遮巧，你哪遮巧，会晓用安尼的方式来争取以后伊的生活，以后的价值，以后的机会。耶稣就是这个中间讲，咱诚做伊的囝子，咱爱学习。这款的不义的管家，足奇怪吼！伊不义啊，变做咱来学习吼，真大的，互咱感觉真奇怪。总是伊这款的做法，诚做咱爱去了解讲，咱面对现代的钱财不义的钱财的时阵，咱需要安怎来处理吼结果，耶稣佫有讲啦吼，讲恁若伫不义的钱财无忠心，迄个红字的所在吼，什么人也甲迄个真实的钱财来托你管理？吼，这个底有一个足大的、足奥秘的天国财务的法则吼，出现。对比一个对比的名词，一个对比就是不义的钱财，甲真实的钱财两款。什么是不义的钱财？什么是真实的钱财？伫英文的这个新的翻译，讲这不义的钱财就是现实、现金、金色的钱财，所以。金色的钱财甲真实的钱财有啥物差别？什么才是金色的钱财？什么才是真实的钱财？请问，
这是真实的钱财，还是不义的钱财？这不是假哦。好，这是真实的钱财，还是假的钱财？还是不义的钱财？好，假使你若摕这1000块去跋筊，去做歹代志，这1000块是啥物钱？不义的钱财，敢毋是？总是你若摕这1000块去做有价值的代志，这是啥物钱？这是真实的钱财，这是有路用的钱财，敢毋是安尼？所以咱爱会晓学习，咱毋是讲这钱安尼这个臭铜钱吼，真咱卖去插伊，毋是。耶稣讲，恁伫即个钱财顶面，就是今世的钱财顶面，恁就爱忠心。了后，你才会晓去用真实的钱财。这是耶稣即个所来，甲咱学习，叫咱爱学习的啦吼。也，你若伫即个代志顶面无忠实，你无法度去体会什么是真实的钱财。所以你就无分伫真实的钱财中间。其实上帝予咱的资源是足济，上帝予咱的资源足济，但是你若无看重你家己本身的钱，你拢无注意去处理的时阵，还是讲你用贪财的心去处理的时阵，你就无法度得到真实的钱财。上帝都唔敢将真实的钱财交代你。所以什么是真实的钱财？顶礼拜、2礼拜前是咧，2礼拜前，大湾教会，请咱个下一章，大湾教会吼130周年的庆典礼拜啦，大湾教会吼。迄个洪牧师真用心，找出130当前奉献即块教会土地的2位会友，去找因的子孙，邀请因来参加即个庆典。即两位呢，一位是叫做李必长老，另外一位叫做张江海兄弟。即个张江海兄弟，伊的子孙吼，其中有一个人甲咱足有关系，就是张希道长老。敢是咱的？咱的长老吼。张希道长老，因为阮太太迄边，阮丈人吼，嘛是另外一个李必的子孙啊，所以我嘛受邀请去参加啦，所以阮就共倒食饭啦，吼。我深深体会130当前，这2位因用迄个时阵的钱，减菜无济，也减菜真济啦，哦。伫咱看可能是几万块，还是几十万啦吼。奉献这块土地，你看伊奉献了，因本身伫这个教会聚会得到祝福以外，安尼130人来，足侪人伫这个教会受到祝福。毋若这个教会会友兄弟姊妹受到祝福，阮遮的子孙吼。嘛，因为安尼受到祝福，所以，互我想到讲，咱要安怎用今世的钱财来成做真实的钱财，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咱爱去学习。圣经来讲，假使你若伫今世的钱财无忠实，世人。也会把迄个真实的钱财来托付，互你管理。伫
伫即个不离的管家的比喻中间，咱看吼，伊的即个图，即张图就是两边啦吼，迄个下骹两，迄个咧正手啊，迄个两边一个就是李密长老伊的干仔孙，孙，甲迄个张灵牧师吼，伊即马伫天桥教会做牧师吼，张灵牧师吼，伊代表去接受吼，去种即丛生命树吼，阮拢大家拢参与真欢喜真感动啦吼。好，刷落。伫即个管家的比喻中间，有一个足重要的天国财务的原则，就是主权伫上帝，主权伫上帝。亲像路加福音16章的主人，伊才是财产的主人，拥有者。这个管家咧，只是管理主人的财产的人，一个管家尔。所以主人将伊的财产的部分专权交代给这个管家来管理。通常伊若是安尼真熬管的时阵，主人袂甲注意讲你趁济还是趁少，主人敢若上在意是啊，你有浪费无？吼，还是讲你有用心去经营无？抑还是讲即个主人真上惊的，就是讲即个管家会偷摕，还是占领即个主人的财产。所以耶稣讲，即个比喻的主人就是上帝，上帝是咱所有的拥有者。敢若圣经内底讲的讲即个地甲其中所有的，拢属伫上帝的，拢属伫耶和华。上帝将地上所有的，拢交代咱每一位，咱在座每一位，毋但咱在座，交代世间人来管理上帝所享受这个土地、这个世界、这个万物。小常上帝嘛是咧看讲，你是毋是有用心来管理？安怎用心？你是毋是伫小事上忠心，小代志的面顶忠心？因为小代志的忠心，你伫大代志就忠心。你伫金世的钱财，即个1000块，你就有法度真细致来面对。你嘛会当100万、1000万，你嘛有法度真细致来处理，敢毋是安尼？所以，咱的主人，咱的上帝对咱的要求，毋是你趁济还是趁少，因为这拢上帝的，所以伊毋是看重咱你趁济啊趁少，伊是看重你有忠心无忠心。所以这是咱足爱去面对的事，因为咱世俗的理财，拢是咧关心讲你趁济还是趁少。所以这是咱爱足细致来面对吼。这款的素养，其实上帝天国的这款的财务的素养，甲俗世的素养是足无相啊，完全无相吼。伫个世上有真济的财务的制度，互人拢掠做吼，咱是财产的主人。俗世的制度讲，这厝是我的吼所以，所有咱即马目前俗世的这个制度内底吼，拢财产我的，皮夹子里面的金钱嘛拢我的，所以我高兴怎么花，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敢是安尼？煞变做这个情形。但是圣经安怎讲？圣经讲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其中的拢是属耶和华，所以咱用这的是上帝的钱
啊，那你若用到上帝钱的时阵哦，你就爱较细致用，敢毋是？好，伫诗篇50节的时阵，还佫讲到像因为树林中的百兽吼，嘛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嘛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拢知；野地的走兽，我嘛也拢属于我。我若骄傲，我毋免甲恁讲，因为世界甲其中所充满，拢是我的。检采有人会质疑啦吼，检采有人会质疑，就讲明明法律是安尼规定啊，这财产是我的啊，敢是？你安尼讲吼，是毋是伤过古板的啊？圣经是毋是伤过古板啦吼？无合适现代的社会啦。不过，我要甲咱做伙来探讨，就是圣经佫讲一句话，讲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你伫世间趁偌济，你一角你都无法度走去天堂，因为这拢上帝，这拢上帝咧控制，拢拥有者是上帝，不是你，不是你。所以伫安尼的情形下，咱爱改变一个观念，讲我即马所有的拢上帝，我要安怎来处理？好，无相哦。我拄仔讲，这拢上帝的，哇！这嘛上帝的，好。佫啥？我看遐我有啥？佫一台车，这嘛上帝的，这拢上帝的。好，你来管理的时阵，你要安怎处理？你是安怎来管理这物件？所以对咱来讲，咱爱体会上帝交代这个代志，互咱做，到底咱爱安怎处理？其实，你若有这个观念，你若了解讲这个法则，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毋是像创造的，是上帝伫咧创造天地的时阵，就已经定了啊。所以咱是照迄个时阵的制度，一直到即嘛，拢相像。虽然咱人的这世界有无相款的制度，总是人若过，还是讲国家若过，还是讲这个制度若过，就搁改逐项的制度。亲像讲，这土地是我的啊，咱台湾人讲这土地拢咱的啊，敢是？因为寄伫你的名，敢是？但是伫中国大陆都无像啊，敢是？中国大陆人民不可拥有土地啊，所以平平拢是这个亚洲的国家伫台湾讲土地咱会当拥有，但是伫大陆都袂当。迄是啥物原因？迄是制度的原因，毋是啥物制度才对？拢是暂时的。上对的是啥？是天国的制度才是对，敢毋是？所以咱学习，咱毋通干那学习这个世上这个经济的制度尔，咱一定要体会到底上帝的想法是啥。好。上好是咱搁转来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阵，迄个制度，这才是咱应该爱学习的吼。世界如何？其实世界安那变化吼，拢袂通脱离上帝的制度啦吼。这个制度才是因为安尼的制度、安尼的物件、安尼的真理，才是咱爱追求的吼。所以无论你是毋是基督徒，咱拢爱学习这个天国财务的制度，互咱成做一个有天国财务素养的人吼。好，佫刷落，要甲咱分享一个观念来，就是讲上帝创造咱，因为所有拢上帝，但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佮创造遐尼侪兄弟姊妹，遐尼侪人伫即个世界，你伫上帝甲世界万物甲世间人中间，你的角色是啥？你的责任是啥？我用即个图，互咱做一个参考啦。咱甲上帝的关系，上帝是创造咱的上帝，是咱天顶的爸，伊掌权，伊是掌权的，伊所有的拢伊的。咱需要常常来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天父，来领受伊的祝福，伊的救赎。所有的人拢无法度脱离伊，无法度脱离伊来活伫这个世间。人人拢需要耶稣，人人拢需要上帝，人人拢需要天父，拢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互咱免伫沉沦，得到永生。这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甲人的关系咧，咱甲世间人的关系咧。咱甲世间人的关系，咱爱认清咱是罪人啊。虽然咱是基督徒，咱是教会主会，咱是上帝的囝，总是你嘛爱承认，你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咱相常抑阁会犯罪，敢毋是？所以咱家己爱承认，咱是抑阁是一个罪人。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已经将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已经赎回咱的迄个罪。所以咱虽然是安尼，咱是蒙恩的罪人。伫安尼的时阵，咱真正爱伫上帝的面前爱谦卑啦。所以圣经甲咱安怎讲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咱甲人的关系，咱爱会晓去体会，咱拢是不足有限的人，咱要安怎透过安尼对人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是这个社会的基础。你若无信心，这个社会就是乱。那亲像即马中国大陆，迄人甲人做伙，无法度信任啦，这足可惜。所以信心诚做咱甲人甲人中间的一个足重要的基础。所有的商业的基础嘛是建立伫信心、信用，就是这个基础顶面。所以透过安尼，咱爱对人有信心，但是对方是罪人啊，对方是不足的人啊，对方是有限的人，咱拢爱肯仰望。毋讲伊今仔日做了毋对的代志，甚至是伤害你的代志，耶稣嘛讲赦免人的辜负，亲像主赦免咱的辜负一次。所以咱对人，咱一定拢爱有存迄个仰望的心。了后，咱就爱有疼心。所以人甲人做伙的时间，咱甲兄弟姊妹，咱甲世间人、世俗人也好，相像，咱拢爱有即款的仰望，即款的这个疼心，好，咱搁回过去讲这，咱甲万物的关系搁如何？咱甲万物的关系，你一定爱珍惜上帝创造的万物。上帝创造这个万物，就是要供应咱，诚做咱的食物。所有的食的物件，无法度往人做出来。拢是上帝赏赐予咱的。咱食的物件稻啊，咱敢无法度做米，人造米，敢无法度？无法度，拢是上帝赏赐。所以咱爱管理这万物，
来珍惜这个万物，上帝赏赐。所以上帝佫爱咱安怎？爱咱生养众多。除啊，本身咱爱佫去种，啊，互佫较侪人得到福气。吼，所以咱着爱伫个听上帝、听世间人，甲听即个土地，大家爱重视。吼，所以这是上帝当时创造天地的即个一个大原则，也是上帝爱咱活伫即个世界的目的。佫较是咱应该活出迄个天国财务原则的迄个素养啦吼。啊，圣经其实一开始就咧讲人，一开始就咧讲人的角色，就是人的角色，就是要做管家来管理这个世界。圣经讲吼，咱就是管家。伫个创世纪1章28节安尼讲，上帝就赐福予因，对因讲：恁着爱生养济济啦吼，生团济济，遍满地面，啊，佫治理这个地，佫爱管理海鱼、空中的鸟，甲地上所有的活物。上帝做人类，创造人类是要赐福予咱，赐福气予咱，这是伊的目的。咱活伫这个世间，毋是无缘无故吼。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的命定伫咱遮，咱拢是宝贝。圣经讲，伊创造人以后，就赐福给他们，哦，就赐福给他们，啊，佫指派任务予因，哦，爱生养众多，哦，所以咱人类共同的任务就是管理上帝伫这个世界所有咱要交代咱或者的资源，哪亲像咱是一个上帝所指派总经理的身份啦。总经理的身份是甲迄个管家相像，拄好讲迄个不义的管家相像。上帝是交代你，爱你忠心，上帝可能无在意讲你趁济啊趁少，上帝看的是你有忠心无忠心。所以人对伫管家的教导，就是讲你有忠心无忠心，你毋免做安尼读博士哈，你才会当做管家吼。所以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上帝的管家，因为这毋是你能力的问题，是你的意愿的问题，你袂无安尼吼。好，最后要甲咱做结论进前，咱做伙来体会吼，其实这个世界所有真多的问题，拢甲钱财有关系。所有的问题拢甲钱财有关系。你敢知影？家庭、婚姻若出问题，上大的问题伫倒位？钱的问题。上大的问题是钱的问题，是啥物问题？毋是无钱哦。夫妻对钱财的观念无相，迄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吼。但是家庭中间，咱要安怎面对这个问题？倒转来，天国财富的素养，咱用上帝的原则来，用安尼来起造咱的家庭。所以家庭的问题是安尼。过来，中营中学这几档出问题，虽然是少子化的问题，总是伊的问题是嘛是出伫财务的问题，嘛是出伫财务的问题。吼，毋然安尼，咱的世界足侪拢是财务的问题啦吼。像讲日本30档来景气拢足歹，30档哦，什么问题？嘛是财务的问题，嘛是债务的问题。吼，啊，好，即马咱来看中国的问题，更较严重。中国
即马倒闭潮吼，即马打才开始尔，打才开始，到底会变做啥物情形，大家拢毋知。美国已经迄个警告所有美国的厂商较紧走啦，所以美国无随时动讲好，安尼我无爱甲你做生意啊。伊是动到当时，你着安怎走，啊无你着我着无要插你啊。所以中国嘛是财务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是真困难。总是咱诚做一个基督徒，上帝安怎讲？就是上帝伫早前就甲咱讲，上帝所定的诫命、律例、典章、规定、制度，上帝的制度是上好的制度，是上界完整的制度，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福气的制度。这款的财务原则，咱爱会晓去面对，咱爱会晓去学习，知影安怎来做。吼，所以我今仔日甲咱讲的是一部分尔。圣经内底这款的财务的制度真济，啊，我今仔日甲咱讲4项尔啦。第一项是11奉献，无讲到理论啦，就是实现尔。吼，第二项是讲到金世钱财，你都爱重视。第三个原则就是讲，你爱知影咱所有的财产拢上帝的。第四项就是讲，咱的身份是管家的身份，咱毋是主人。哦，这4点，请咱记咧。哦，啊，当然毋是干那4项尔。吼，最后，咱做伙来看一节的圣经节。就是《申命记》30章15到16节，伊安尼讲，看我今仔日已经将生甲福、死甲祸，拢摆在伫你面前，吩咐你听你的上帝，遵行伊的道，谨守伊的诫命、律例、典章，互你通顺活，人数增加。耶和华你的上帝就要伫你所要去的得为业的土地来赐福你，这个天国财务制度的规范，请咱做伙来学习，来活出一个有天国财务素养的人，咱才有法度运用灵活来运用上帝所赏赐予咱这么多的资源。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你，互阮这么大的资源，徛起伫这个世界。你也任命阮是不足的人，但求你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互阮体会你的心意，来学习你爱阮怎样伫这个地上徛起，是祝福的，是活的，是够永生的，是有价值的。求上帝你祝福伫阮的中间，阮搁一摆伫你面前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道上长老用圣经的话对咱做一个真水的提醒。我相信咱知影讲，咱伫社会对咱的是大人，也是祖先，也是咱社会朋友，所了解理财的方法是真多啦但是，若是你这个方法会当参考着圣经的假使，我相信你是一个上界快乐、阁有钱的人。有钱无一定快乐啦，但是快乐阁有钱才是人生上水的事当然讲到20-30分，无法度人讲啊足完整。拄则咱的道上长老讲，圣经有2000几节的圣经在咧讲财务，所以牧师也借这个机会甲咱宣传啦咱咧推动第5期的这个理财诱导，也是讲经营诱导，咱拢咧报名中咱是要采取
你若报到几个人，啊，比如8个、10个，啊，咱就会当开课。啊，咱遮个老师吼，拢是安尼，亲像道上顶头讲的义务哦，哈，欢喜要甲即个天国的道理分享互大家。啊，若假使你想讲，今仔日道上顶头讲的，改成我还阁无清楚，啊是讲我要了解较清楚，啊，欢迎你赶紧来报名吼。啊，咱教会有准备些课程，啊，互咱大家来学习。好，啊，咱阁有一个啊。即个异地祈祷的时间吼，啊，所以咱把握即个时间，咱要先吟首回应诗啊，196首。伫咧吟诗的中间，我要鼓励楼顶楼骹吼，咱逐个月一届，就是要同情的心，做伙为着肉体病痛，也是心灵有软弱、有忧伤、困境的，来到主的面前，咱同心要为着你祈祷。所以咱请咱的即个长老、咱的代祷者。啊，咱准备啊，特别是招呼咱的会友勇敢吼，来到头前。啊，咱也要这首诗了后，开始咧祈祷的中间，要请敬拜团的同工啊来带领咱传这首祈祷迄个异地的诗歌吼。咱坐咧吟，无行歹人道路，咱来吟全首。吟诗中，咱慢慢啊在头前来。无行歹人道路，存心较乌辜。每日三思上帝法度，这人真正有福。这人若像一花，在地有水溪边。就是过去为时，我做大汉。楼顶免客气，来到头前哦，往前一步，往前一步。我一时后就到天堂，点起上帝。兄弟姊妹免客气，勇敢到主面前。拄着心怕日子，无歹当作困难，好人天定享受福气，歹人若尽三年。咱兄弟，你免客气，勇敢到主面前吼，咱各有位，遮各有位，咱请。咱的即个敬拜同工来带咱唱一条异地的诗歌，咱甲诗歌写伊个。赐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啊，伫开始咧吟细声吟的中间，咱请祈祷的同工、长老、代祷同工到主面带到面前吼。啊，小可轻声甲伊问看因的需要，啊，开始换手，可以来祈祷，按细声来吟开始。来到我的生命，带出我生活中的忧愁，带出我心中的苦恼。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开始祈祷。主的心会予我自由。继续过来吟。主啊，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带出我生活中的忧愁，带出我
咱请在座的兄弟，你拢起来好无？拢徛起来好无？咱要同心来宣告的祈祷。啊，咱头前还未祈祷结束的，咱继续。兄弟姊妹，拄则咱对道上长老听见，生甲死、好甲福，拢是对上帝所来。万物一切拢是对上帝所来。所以咱确信，咱的生命、咱的健康的主权也在伫主。伊看重咱同心的祈祷、呼求的祈祷。所以在座包括线顶伫电视头前做伙咧祈祷的兄弟，把你的手放伫你的心，咱要做伙来为着这头前以及有需要的兄弟献上咱的代祷，求主将伊的医治平安临到你所有的兄弟姊妹的中间。咱同心来祈祷。主爱主我的上帝，我只是奉你的名来祝福伫头前徛伫主面前，较无要得到医治的兄弟。主啊，求你对天顶赐落你的医治，甲你的透放，你的平安，甲你的拯救，伫所有这的兄弟的身上。阮伫这个会中，以及伫线顶的兄弟，阮真侪人关心家己的亲人，也是家己的另外一半，也是家己的时代，有拄到肉体的病痛，特别是拄到癌细胞的搅扰。主啊，阮知影人的气力有伊的极限。总是上帝你的能力、你的恩典、你的透放、你的权柄是大过一切。主啊，若是你肯，主你就要赐落医治，伫这的肉体欠安、身体病痛兄弟时阵。主啊，阮心灵有忧伤、有软弱、有看路、有侪侪烦恼。爸上帝，我也恳求你替阮来担，互阮将担交伫主，阮就要得到轻省。爸我的上帝，阮奉你的名祝福。阮伫你面前所摆列，阮的恳求甲需要，主求你赐落你的医治，赐落你的平安。主耶稣应允，你受鞭拍，阮要得到医治；主你为着阮受苦，阮要得到平安。爸上帝，互阮一生行伫上帝祝福恩典的道路。虽然阮会拄到坎坷、搅扰、病痛、软弱，有歹的搅扰，总是阮一生要坚持照主的教示。遵主的诫命，阮就要活伫上帝恩典、祝福、平安的日子。感谢你，感谢你，互这兄弟勇敢到主面前。主啊，求你看到因的信心，赐落你的医治甲透放。感恩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主，请坐，咱请兄弟会做，多谢主的恩典甲疼痛。咱把时间交予咱的师会。咱要短短来收奉献，甲短短报告，安尼就好。过来，请咱做伙来奉献。请起立唱奉献诗歌。
朋友请坐。报告大仙，请咱大家先掀开周报上尾一页。本话根据，咱做伙来读。温和的应答，互受气煞；刺擦的话，激起受气。连漳州20。报告。后主理敬拜护师同工，请咱家己看。请掀开第4页。本会今仔日举行理财有道，感谢吴长老。第2点，本主理为政府所定的阿公阿嬷节，这期咱嘛来感谢每一位阿公阿嬷，表达祝福。第3点，中保大岛事工征求第47期大岛同工后主理9月3号两堂礼拜举行彩排礼。第4点，本会后主理9月3号举行新任的小组长受任彩排礼。第5点，本会推动第6期生活小组，详细请咱家己看。请掀开第5页，门徒培养事工，请咱家己看。请掀开第6页，第5点，为台湾的平安7月社会平安来代祷。请掀开第7页，中会甲社区的消息，请咱家己看。奉献金额若有出入，请联络财务部。以下请无书报告。感谢主哈！咱今仔日节目较丰富啦哈。我来做一个补充，大先要先来介绍新朋友。咱有一位姊妹叫做詹淑静、詹淑静姊妹伫遮吼，咱请伊徛起来，我甲你欢迎。欢迎你哈！因住伫海岸路遮啦吼，欢迎你来哈！常常来到阮遮，甲阮做伙熟悉，感谢。有几项的提醒吼。拄则咱有通过道昌长老吼，甲咱勉励啦吼，内容非常的丰富，特别吼，咱有这理财有道真侪好的册，鼓励咱大家吼来参加报名这个理财有道的研习，也是讲这个册来看吼。咱搁一遍来甲道昌长老拍个多谢，谢谢，谢谢。请坐哈。我早起一个咱道昌长老足早就来吼，我就看到。有几啊位学员吼，专工来甲伊打招呼就对啦吼。所以咱已经有3、4期的即个理财有道的学员。咱以往吼，因拢是周间暗时来上课，道昌长老伊拢迄个时阵来。我头一遍吼，伫咱礼拜堂主理吼。所以等下礼拜煞，咱若有捌做过学员的吼，来补翕一张毕业照安尼吼。所以你若有当毋是呢。敢若限者的学员啦，咱也有欢喜来甲道昌长老迄场上吼，咱等下礼拜煞要离开前来遮翕相吼，来做纪念啦吼。第二，今仔日吼是阿公阿嬷节，我咧想讲吼，咱台湾话毋知要怎讲呢？祖父母节，咱台语讲公妈就歹势啊，公妈歹听所以恁兜有想啊，我是阿公阿嬷节吼，伊这有写讲，咱政府定伫即日的意思啦，讲原来是咱囡仔吼。拄暑期要结束吼，要转去学校要感谢这阿公阿嬷斗关心啦吼。好来，在座做阿公阿嬷举手一个来，好来，甲因祝福一个，讲阿公阿嬷快乐，甲隔壁祝福一个。哇，咱教会吼，阿公阿嬷占一半以上吼，阿祖的佫较济啦吼。总共就是讲阿公阿嬷节是政府在提倡讲咱3代3代。4代大家家庭和乐吼，即款的意思啦吼。好，搁提醒一解吼，咱后礼拜有几啊项事工要进行，拢总3项。第一，
中报大岛报名的后礼拜2场礼拜爱做初派礼，若还未报名，赶紧在下骹楼骹签名吼。你拣一个时点，讲我逐礼拜奉献1小时为主，来为着兄弟来大岛。第二，咱后礼拜有新小组长要就任，请9月初3咱备办吼。有咱的以赛亚牧区鼓励小组长黄光耀执事吼。佫另外是正尧弟兄，听讲是要先做代理的，若有好势，若会当做伙就任就就任，若无是明年安尼吼。佫来是咱后礼拜幸福小组的同工的一个激励会，吼咱请会记哩，咱若做小组完成赶紧甲名单报入来，咱伫后礼拜礼拜下晡2点到5点做一个演习，做一个提醒，做一个行前的训练就对。嘛要请同工来做一寡分享，请会记哩即礼拜来吼，赶紧甲咱的名单来，咱的组的名单时间点来报互咱的即个咱的干事吼。好，其他的消息我阁补充一项就好吼。咱会友的消息喜事啦吼，咱本会王信德长老甲关月姐伊的囝婿就是黄胜富牧师吼，伊的查某囝师义师母，咱细汉的时拢伫咱遮成长啦吼，已经就赴任即个咱东宁教会第9任的牧师，伫后礼拜9月初10吼，要来做就任式吼，咱。有熟悉要参加的，你来甲咱的干事登记，因礼拜堂吼，毋是介大，需要人数，咱请登记，咱来报人数出去吼。咱特别伫遮恭喜着咱的信德长老因夫妇啦，信德长老伫遮无？信德长老举手一个，有无？信德长老因伫遮无？吼，我知影讲圣父牧师吼，要赴任前吼，带迄个底宣团出去，煞毋多。骹去重伤手术吼，讲咱2-3个月才会好啦。咱若为着伊恢复来祈祷吼。好，其他的消息咱家己来看吼。愿主保守祝福，互咱大家伫财务的顶面，每一个兄弟吼，无论是你是好野人，也是普通的上班族，拢有一个福气，就是有天国财务的素养吼。咱来做结束，小等下咱有兄弟要甲5长老来翕相的，咱留落来，咱请来做祝福。上营，请起立，同心来吟圣诗397首，上营煞请牧师祝祷。愿主赐保护你，愿上帝眼更变救你，也应主必关怀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就是你平安。大家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扶持帮赞，甲咱正大家三个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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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咱请坐默祷闭会。主你平安，主
第一场礼拜结束，请兄弟互相请安。喂，咱有这个